大家好，每日為你報道最新消息。現年63歲嘅香港女星柳姐柳影虹出道42年，被封為香港殿堂級女藝人。過去曾經發表多張個人專輯，唱紅咗唔少經典歌曲，如《少年慈禧》、《換到千般恨》等。2006年復出演藝圈後，曾演出多部電視劇。近日柳影虹難得接受訪問，談論自己嘅兩段婚姻，更透露當年自己做咗件事，至今仍然感到相當遺憾。香港媒體報道，近日柳影虹接受電台主持人車淑梅嘅訪問，難得透露自己嘅兩段婚姻。15歲即出道嘅柳影虹，當年靠住絕艷嘅歌喉，立即成為夜總會重要嘅駐唱歌手。就喺18歲嗰年遇到咗首任丈夫後，兩人不久隨即閃婚。但婚後嘅佢發現對方不務正業，1年後便離婚，亦因此成為單親媽媽。當時離婚後，佢撕咗所有前夫嘅相，此舉卻令到個女從未見過爸爸嘅長相。對此佢一直感到好遺憾，坦言自己好自私。後來喺個女已滿12歲嘅時候，遇到咗做警察嘅現任丈夫。佢開玩笑表示，自己原本唔想嫁俾警察，想嫁俾商人，認為咁樣先養得起細路。不過老公係個工作狂，同前夫嘅行徑有好大嘅反差，且老公休養極好，驚自己唔嫁俾佢會後悔。更幽默咁話，除非係李嘉誠追我，哈哈！亦好在遇到咗現任丈夫，柳影虹一家人而家過得相當幸福。重視家庭嘅柳影虹，1995年嘅時候為咗照顧罹患癌症嘅父母，選擇退出演藝圈，甘心成為一個家庭保姆，直到13年前先至復出。對此佢直言：我唔後悔，認為獎牌遠遠不及家人重要，自己嘅最高榮耀已喺家中。喺香港演藝圈，藝人之間因投緣而結為江親嘅佳話並唔少見。柳影虹同亞洲小姐出身嘅黎淑賢嘅契母女情誼，正係其中溫暖嘅一頁。儘管兩人活躍於唔同年代，柳影虹喺1980年代風靡樂壇，黎淑賢則喺1990年代憑借亞姐光環嶄露頭角，但佢哋嘅緣分卻跨越咗時代嘅間隔。據悉，柳影虹對黎淑賢視如己出，唔單止喺演藝事業上給予提攜，更喺人生道路上提供悉心指導。呢份亦師亦母嘅情誼，令到黎淑賢多次公開表達對契媽嘅感激之情。然而，呢段溫馨嘅江親故事，最終卻以令人痛心嘅方式畫上句點。2023年12月，年僅46歲嘅黎淑賢被發現喺屋企燒炭輕生，震驚咗成個香港娛樂圈。據港媒報道，黎淑賢生前長期受抑鬱症困擾，雖積極求醫，但仍未能走出陰霾。佢嘅離世令到親友悲痛不已，契媽柳影虹更係難以接受呢個突如其來嘅噩耗。喺黎淑賢嘅追思會上，柳影虹神情哀傷，全程沉默。昔日親如母女嘅二人，如今陰陽相隔，令人不勝唏噓。黎淑賢嘅英年早逝，為呢個原本充滿溫情嘅江親故事，喺柳影虹嘅心中又增添咗一抹永遠無法彌補嘅遺憾。1955年，柳影虹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家庭，喺嗰個娛樂產業啱啱起步嘅年代，年幼嘅柳影虹就展現出咗對音樂嘅濃厚興趣。據佢後來回憶，細個嘅時候最中意嘅事就係跟住收音機學唱當時嘅流行歌曲。佢嘅音樂天賦喺中學時期開始展現，經常參加學校嘅文藝演出，逐漸成為校園入面小有名氣嘅歌星。1970年代初，香港樂壇正處於國語時代曲向粵語流行曲轉型嘅關鍵時期。當時年僅10幾歲嘅柳影虹開始參加各類歌唱比賽，憑借住清澈動人嘅聲音同埋出色嘅舞台表演力，好快喺眾多選手中脫穎而出。呢啲比賽經歷唔單止磨練咗佢嘅唱功，亦為到佢日後進入專業歌壇奠定咗基礎。1974年，19歲嘅柳影虹正式簽約文字唱片，開始咗佢嘅職業歌手生涯。呢個決定喺當時需要好大嘅勇氣，因為香港嘅粵語流行音樂市場尚未成熟，專業歌手嘅發展前景並唔明朗。然而，柳影虹憑借住對音樂嘅熱愛，堅持咗落嚟。
喺文字唱片期間，公司為佢量身打造咗多首歌曲，嘗試唔同嘅音樂風格。起初嘅幾張唱片銷量平平，但柳影虹並冇氣餒。佢回憶話，嗰時每日都要練習10幾個鐘，既要學習新嘅唱法，又要適應錄音室嘅環境。呢種刻苦精神好快得到咗回報。1976年，柳影虹演唱嘅電視劇插曲《雨中花》意外走紅，成為佢第一首真正意義上嘅熱門金曲。呢首歌嘅成功令到佢開始喺樂壇嶄露頭角，亦奠定咗佢抒情歌后嘅路線。值得一提嘅係，當時香港樂壇仍以翻唱英文同國語歌曲為主，柳影虹堅持演唱原創粵語歌曲嘅做法，為後來嘅粵語流行曲發展做出咗重要貢獻。1978年，柳影虹轉投永恆唱片，迎嚟咗事業嘅重要轉折點。喺著名音樂人黃霑、顧嘉輝等人嘅指導下，佢嘅演唱技巧日臻成熟。呢個時期，佢推出咗《紅燭淚》、《相思淚》等經典作品，逐漸確立咗自己喺香港樂壇嘅地位。1980年發行嘅專輯《紅》堪稱佢音樂生涯嘅里程碑。呢張專輯唔單止銷量突破白金，其中嘅主打歌《換到千般恨》更係風靡全港，成為卡拉 OK 廳點唱率最高嘅歌曲之一。樂評人當時評價話，柳影虹嘅歌聲中帶住一種獨特嘅哀愁感，能夠直擊聽眾心靈最柔軟嘅地方。1983年，柳影虹演唱嘅《少女慈禧》同名嘅電視劇主題曲，將為佢嘅事業推向巔峰。呢首歌嘅旋律優美動聽，歌詞富有歷史韻味，完美契合咗劇集嘅氛圍。直到今日，呢首歌仍被視為香港電視劇主題曲嘅經典之作。據統計，該單曲連續12週高居各大電台點播榜榜首，創低咗當時嘅紀錄。喺音樂事業如日中天嘅時候，柳影虹亦都開始嘗試多元化發展。佢主持咗多個音樂節目，並擔任新人歌唱比賽嘅評委，為香港樂壇發掘唔少新血。1985年，佢獲得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女歌手提名。雖然最終未能獲獎，但能夠與梅艷芳、徐小鳳等天后級歌手同台競爭，已經證明咗佢嘅實力同影響力。1986年，柳影虹做咗一個令人意外嘅決定，將事業嘅重心轉向影視表演。佢簽約麗的電視、亞洲電視嘅前身，開始咗演員生涯。對於呢個轉變，佢後來解釋話，唱歌係我嘅最愛，但演員可以體驗唔同嘅人生，咁對我嚟講係全新嘅挑戰。喺麗的嘅電視期間，柳影虹參演咗多部經典劇集。1987年嘅《滿清13王朝》中，佢飾演嘅孝莊文皇后俾觀眾留低咗深刻印象。為咗演好呢個角色，佢特意研讀咗大量清史資料，甚至學習簡單嘅滿語。該劇監製後來回憶話，柳影虹嘅敬業精神令人敬佩，佢總係第一個到片場，最後一個離開。1989年嘅《皇家檔案3》係柳影虹演藝生涯嘅另一高峰。喺呢部警匪劇中，佢一改往日溫婉嘅形象，飾演一位幹練嘅女警官。呢個突破性嘅角色令到觀眾睇到咗佢作為演員嘅可塑性，亦獲得咗業界嘅一致好評。有趣嘅係，佢仲親自演唱咗該劇嘅插曲，實現咗演而優則唱嘅完美結合。進入1990年代，隨住香港娛樂圈生態嘅變化，柳影虹逐漸減少咗幕前工作。呢個時期，佢主要參與一啲舞台劇演出，並開始嘗試幕後工作。1993年，佢擔任咗音樂劇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嘅音樂指導，將自己嘅專業知識傳授俾新一代演員。如今已年近出巡嘅柳影虹過住低調平靜嘅生活，佢偶爾會喺社交媒體分享近況，大多係參加朋友聚會或欣賞音樂會嘅照片。雖然唔再活躍於幕前，但佢依然關注住香港娛樂圈嘅發展。從1970年代到新世紀，柳影虹用佢獨特嘅藝術魅力陪伴住幾代香港人嘅成長。佢嘅歌聲記錄咗一個時代嘅變遷，佢嘅影視作品成為集體記憶嘅一部分。更為難得嘅係，喺光怪陸離嘅娛樂圈中，佢始終保持住自己嘅節奏同埋品格。好啦，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，歡迎點讚訂閱我哋。